继续来看，这是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伊的估计，伊讲全台湾将会有20%的人来喂着病毒，也就是讲每5个人就有1个人会确诊。指挥官陈市长讲，20%毋是无可能，也毋过希望会当压低到15%、16%。另外，伫昨召开的专家会议，确定6岁至11岁幼童会当来自莫德纳，12岁到17岁青少年嘛要规划自第3剂，啊，若高风险的族群甲65岁以上的长辈者嘛要来自第4剂。啊，即摆这个疫情是哪拖哪垮，陈市长阁是卫福部长，阁是疫情的指挥官，秘书甘露的林龙世。防疫指挥官行程真满，昨记者会开完，煞入开 ACIP 的专家会议。今仔日下晝阁来到立法院汇款委员会，无用7次的日子，陈市长看起来真险。委员拢坐好势啊，会议准备开始。不过阿中部长阁摕手机啊，伫咧讲电话，心情看起来真歹，因为伊操心八百个代志，毋若一件。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就估计，全台湾会有20%的人口染疫，也就是讲每5个人就会有1个人确诊。这不是不可能的哈，但我们希望能够压在大概15、16这样的一个比例。本土确诊数变多，专家温准6岁到11岁幼囡仔自莫德纳，啊，今仔日开会讲12岁到17岁青少年的第3剂，预计伫咧5月中到5月底开始做，啊，外界关心的第4剂预防针敢准备好啊？疫苗的库存现在哈，我们用那进来好像有2批会再进来，是莫德纳，在第4剂的方向还是走向是高风险的族群。另外，医师建议指挥中心应该较主动介入，亲像伫咧餐厅内底食饭，规定爱严格，若无疫情真歹地落。但市长嘛回应，即马吼正常生活就好，无按什么甲民众管。不过防疫嘛是爱认真做，才袂去倒着病毒，人对咧艰苦。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